塞，你住哪里？你出塞呀？塞。哎，有呀。我们。我打听。娃娃你们？带了一个人呢。我们打听呢。看不到了。怎么了？娃娃你。你的妈妈是谁？我阿妈是阿塞又是你的阿妈哈？嗯。啊，你的阿公叫感义。对。对。是阿塞又的孩子，我知道，最大的吗？对。那是我们都一起童年了，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。你现在还在泰林吗？没有，现在在台北工作。然后工作哈，对。他爸爸他在泰林，在台南。哦，还是在台南。阿妈他们阿公没有了嘛哈？阿公没有了，走掉了。走掉了。是阿妈在。对，我们是买泰林的，所以我都知道你讲谁。你要讲到阿公一代的，我才这个年龄，我才会知道。哎呀，这个马大林的孩子都长大了呢。几岁？等你们。他也。